来看机场坐运站饭店哦，准备要拆油漆，在进行工程机械吊挂作业的时发生意外。加在伫5:44，头一班车要发车进前就修理好势咯。所以今仔早起的班次是有淡薄仔调整，有4台的列车380个旅客受到影响。坐运的车帮来来去去，旅客正常上落车。机场坐运2个饭店过点外的时阵，传出有工程车伫 A15大横站。伫拆油漆，还佫有吊挂工程机具的时阵，哪像重心走去，地输车链凸链器无伫轨道顶悬。伫头一班车发车进前已经有修理好势，不过透早车帮的时间要是有小可调整。早上是从哪里来？新北产业园区。对，有受到捷运延误影响吗？没有蛮顺畅的。左营高铁到桃园。对。那搭机捷的时候有受到影响吗？运气比较好，刚好就是搭到第一班，就它恢复通车之后第一班。桃园捷运公司表示，为了配合尖峰时段人丁疏运，伫头的车为头一班开始，往台北的方向调整做每一站拢会停车。普通车发车的时间冇调整，8:12已经恢复一般营运的模式。针对这个车帮慢分的情形，造成旅客不便，是感觉真失礼。营运开始后，直达车配合尖峰时间人潮疏运，往台北方向站停靠，在8:12的时候已恢复一般营运模式。伫车无咧驶的时阵，做吊挂的工程，因为咧调的时阵重心走去，地输车链凸链器无伫轨道顶悬。详细原因，桃园捷运公司要咧调查，目前全线列车拢照时间表咧驶。这个事件拢总影响4台车，慢分上班是15分，差不多有380个旅客受到影响。公司新闻，桃园报道。